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咱台湾宪政史上的头一届，总统动用议事调解权，邀请5院院长来到总统府来食咖啡讨论国政。这大总统是发声讲国和万事兴。那针对这总预算案，立法院长韩国瑜是保证讲，伊搁在召开调野协商，这礼拜就甲审查报告送到行政院。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杜英泰、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拢面带笑容，做伙行入总统府大礼堂。赖总统七十下晡启动咱国宪政史上头一届5院协调，邀集5院院长会商国政。会商前特别选址代表真空万里的政厅，向院长致意，尾仔阁送5个红花香杯，代表5权分立、5院合作甲团结。5院就像5根手指，各有其功能，五指并拢才有力量。民主国家政党之间是竞合，而不是零和。无论是外部风雨、内部纷争，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家大步向前。赖总统话讲国和万事兴，希望透过5院协调化解政治对立，甲5院关门会谈将近2点钟。结束了后，韩国瑜表示，大家拢关心总预算审查，希望莫影响业务推动，也承诺会甲朝野党团协商预算3党状况。这礼拜6进前会予总预算案审查报告送到行政院，也希望行政院莫提总预算复议案。呼吁行政院不要提出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复议案，不提复议案的前提之下，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希望赖清德总统能够停止大罢免。复议与否，那总统也特别提醒，目前呢，在整个数字还没清楚以前呢，行政立法之间的协调呢，能够未来怎么样一个处理？副方补充，行政院跟内党被动提出复议，但是韩国瑜提议的行政院莫提复议，2院并无伫会中就细节定案。不过赖总统请杜英泰甲韩国瑜找朝野党团讨论了后，继续解脱。但是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会中强调，是以司法首长的身份来参加，并无提起关系大法官补贴人选甲宪诉法修正案、释宪案的任何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针对这届朝野冲突所引起的大罢免，这罢免团体今日是搁再送出第2批，12个国民党立委第1阶段的罢免提议联署书。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其实讲，面对这届罢免，伊是完全拢唔惊。另外一方面，吴国昌是伫咧面册顶悬招募志刚，讲要罢免民进党的立委。法口河要拆除反共立委大罢免国家全台罢免团体吹奏，搁伫个中选会到第2波，12个国民党立委的第1阶段罢免提议联署书，并团强调这毋是受粉饰罢免，是爱台湾的行动。连电创办人周兴成也出来直听，担任罢免拿会切开新的带头人，指这场大罢免是台湾的背水之战。这些蓝白立委是特洛伊木马，已经把立法院变成中共驻在台湾的指挥部，准备和中共里应外合，让台湾被中共吞并。目前中选会首条立委罢免案第1波国民党立委包含王宏维、李干秀、叶冠之、卜群旗等19人；第2波加上罗志强、徐卡心、赖树宝、洪明凯，共计新增12人。国民党也用罢这罢，包含吴思瑶、吴派玉、苏卡辉、蔡其昌、林俊宪、王庭富13人，总共44个男立委被锁定罢免。国民党团七十下晡举行新会期，党团3长就职典礼，总调卜群旗书记长王宏维、首席副书记长罗志强拢伫罢免名单。在这新的会期，虽然面对赖清德推动的全国性的大罢免，这也是台湾自治史上的第1次，但是呢，我们会勇往直前，我们会承担民意，跟我们所有的支持者保证，我们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坚守岗位。大家说对不对？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甲党团干部参加就职典礼等现行会议合作。吴国昌也伫面册宣布早读立会变行动，号召志刚罢免立委，一起站出来捍卫台湾的民主，反对民进党走向威权独裁。把民众党拉到了一个深蓝的光谱的深蓝那一块。
针对黄国昌第一波行动点名吴思瑶、吴派系，吴思瑶反对他批评黄国昌为选党主席，将国民党立会兵标签不可长期都是赤脚的是中共行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即马行动全国社会高雄连环杀人分尸案，这73岁嫌犯涉嫌伫咧厝内连续杀害3个妇人人，到当时也唔愿认罪。警方今仔是搁再去到嫌犯的徛家来搜查，而且搁掠人来到现场，要推验这犯案规个过程。另外一方面，警方嘛继续伫咧前镇河甲高雄港的附近咧敲找，望讲会当赶紧找到犯案的关键证据。要不要认罪？还是你在哪里？伫安全部穿荧光色外套的市长凶嫌，和警方带登去徛家查查早起，检警知道入去厝内探险，因为失联亲像骨骸的姓赵林甲市长夫人人，参细黄的大嫂最后身影都出现伫嫌犯的徛家，警方也伫现场比对出3位被害人的 DNA 反应。承办的主任检察官率领检察官，今天只是特别来比对我们所采证的相关生物基证跟相关的物证的一个比对的一个情形来做重建。检察官侦办案件来现场做一个厘清的一个动作。中会案发第一现场，警察局长亲自督导勘验，经过5点钟，县长凶嫌回押，检警超出大批证物带回去，附近厝边拢咧议论，指出伫农历春节进前，社会本色对飘出恶臭，时间点相过卡合。过年前很频繁的倒垃圾，用塑料袋倒垃圾，我们现在怀疑是不是衣服都已经。警方连日伫前镇河甲高雄港打路，查查搁估到亲像人体组织3件，累计到今已经有20多例，比对符合赵林妇人人甲姓张妇人人，也毋过嫌犯有完无成连环，凶器等关键证物也还未找到。那今天我们的搜索重点还是摆在这个金拱桥下丢包这个附近，还有这个港区的25、26、27号码头这边的船屋。为着加速破案，市警局启动应眼小组调集40名警力，调看1000支的监视器，以同心圆、布防路线对撞模式，要用科学方式重新建立犯罪线索，厘清凶嫌犯案过程甲动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过来看今日国内重点消息，中国 DeepSeek AI 服务恐吓去泄露个人的资料，咱行政院是已经下令全部这公务机关是全部禁用。所部嘛提出讲，就这款电脑的大型语言模型，有分做欠分段的，搁欠系统的，尤其是欠分段的这种，就较避免用到这私密的资料，才会当避免泄露。过来看，卫福部宣布今年10月要做的这公费流感预防车，会注目前上新的3价疫苗，拍算要买700万剂左右。另外，嘛有研究显示讲，咱人伫咧患着流感的10个日之内，有一成机会可能会引起中风。医师就提醒讲，要赶紧去做预防车。过来看元宵节，各县市拢有办灯会，新竹市今年的灯会，怎去互真侪民众拢嫌讲歹？若讲这主灯无树蛇，佮讲其他的灯嘛做甲亲像杜鹃啊，还看甲是雾煞煞。不过嘛，民众是感觉讲今年的灯会是真有特色。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拍超过3年啊，即马讲到要停战，敢真正有影，敢真正有好？这美国总统川普进一步佮表示，已经甲罗西亚总统普京讲过电话，因就是咧讲停战的代志。美国的国安顾问受访嘛表示讲，即马川普手头已经有一份和平方案，拍算会伫咧2月14日德国慕尼黑会议的时阵来提出来讲。包括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国务卿卢比欧加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拢会去参加。因伫咧乌克兰这方面，乌克兰已经宣布因的总统泽伦斯基会亲身去参加。嘛讲川普的这份和平方案，希望唔是干那讲停战，嘛爱保证讲这罗西亚袂过来侵犯乌克兰。即马嘛，乌克兰的媒体是报道，双方停战的日期可能就是定伫咧4月20。欧洲波罗的海、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甲立陶宛这3国的电力系统，对前苏联时代都一直拢是靠苏联咧提供的。即马是总算宣告讲要换起这欧盟的电力系统，嘛切断罗西亚的线路，进入试验的阶段。
后面这笔会主席冯德莱恩甲相关国家的元首也是部长共同主持启动仪式，代表性将渤海3国的电力系统纳入后面的体系中。后面甲各国政府拢坦白讲，这是政治性的决策。Today is a day to celebrate, because this is about more than energy. It is about European integration. It is about European sovereignty. 原属于前苏联的渤海3国，伫苏联解体了后，由原继续甲罗西亚共用电力系统。2001年，包括白俄罗斯、罗西亚甲渤海3国共同组成电力联盟，由罗西亚电力业者统一供电，甲本土小家的加里宁格勒是由罗方就罗渤海国家供应电力。虽然渤海3国先后伫2004年3月甲5月加做北约组织甲后面会馆，也毋过这5个电力网络由原平安无代志。也毋过伫2018年。3个国家共同决定，渐渐转向连接后面的电力系统。拄啊过这礼拜六开始，甲罗方的电力连接切断了后，2月份会各自做独立测试，考验各国敢会当伫连接后面进前顺利运作。Our system is more in our control. We control our system stability. That's very important. Safe and stable electricity system at this point and at this moment what is happening, or we see a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lso, this is one of the critical moments for our situation. 虽然有关国家拢强调转向了后的电价值会降袂起，也毋过天开统计数字，渤海3国伫2018年的平均零售电价一度为新台币2.37到5块不等，甲台湾差无大。我仍完成切断甲罗方电力连接的2024年已经起到新台币5.7到5甲8.4到6不等，比台湾的电力关真济。后面的平均电价我每度新台币10块，是台湾的2倍。所以对渤海3国的电力转向，罗西亚电力业者只表示，相关国家的民生物价甲经济成长会受外在冲击，有待观察。公司新闻记者林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就台，虽发动这关税战争，是搁再宣布讲要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铁甲阿鲁米，拢扣25%当税。这其中当然就包括咱台湾、日本甲南韩，拢伫咧名单内底。咱台湾目前有1/4的钢铁甲阿鲁米出口都是卖互美国，未来嘛恐惊受到影响。伫咧坐空军1号机纽奥良要看超级杯的半路，美国总统川普伫咧会议顶宣布，对所有进口入来美国的钢铁甲阿鲁米制品，要扣25%的关税，包括自加拿大甲墨西哥进口。Any steel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have a 25% tariff. What about aluminum, sir? Aluminum too. 10%? No, 25%. 25 for aluminum. 25 for both. Nobody can have a majority stake for U.S. Steel. They can for other companies, but not for U.S. Steel. I think you agree with that, right? 南韩、日本甲台湾是亚洲对美国上大的钢铁出口国。自从2008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接替中国伫咧美国的市场，即马恐惊是第一个受影响。川普也强调，拜二或者是拜三可能会宣布对顶关税，也就是讲，美国出口的商品若互任何国家扣关税，那呢，这个国家的商品要入来美国时阵，也会互美国扣关税。另外，由亿万富翁马斯克所带领的政府效率部，将会斗相共找出联邦机构内面几多千亿美金的弊端。Maybe in 24 hours to go check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s going to find the same thing. Then I'm going to go to the military. Let's check the military. We're going to find billions,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fraud and abuse. And you know, the people elected me on that. 专部重申检讨五角大楼支出的必要性。国防部的年度预算超过8000亿美金。川普讲，马斯克伫咧制止无必要支出方面帮助正大。伫咧问到是毋是会信任马斯克，会正公平的摕掉浪费性支出时阵，川普是讲马斯克甲伊的事业未因为主张政府效率部而得到什么好处。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川普的这关税战争嘛影响国际局势，市场的钱即马是拢转去买黄金啊，嘛带动这黄金是连续6礼拜拢在起价。顶礼拜每一盎司差不多是8支重的这价销，都已经起到2880块美金，可以按算会一路冲破3000块。
川普上台宣布连续新政策，向间引起新一波关税战争。各国央行为降低风险，拢增加黄金储备。黄金的计数已经连续6礼拜伫切切创新高，不到每盎司2886.15美金，合代票94,811.14块。车到收盘时阵，虽然暂时回落，暗过车早国开始起。世界黄金协会表示，为自2022年开始，全球央行买金量已经连续3年超过1000吨，去年全球黄金交易总量创4974吨的新高纪录。其中，伦敦是全球主要黄金交易中心之一。最近2个当铺自入的哈顿行，每位双方拢体会金价变化真激烈。有业者表示，过去2年金价起得真紧，是20年来毋捌看过现象。Because the price has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weight that people can purchase has decreased for the same price, is what I mean. So what you could get for £1,000, you can't get anymore. And so as a result, price points for general gifts like birthdays or Valentine's, which is coming up, is changing. 看到金价这么悬，有真侪人拢提出来缀金仔准备换一个好计数。I mean, I know that whatever they offer me first, I'm going to say no. Something else. I know that much. That's as much as I know. 川普伫7号宣布新的关税措施，按算全球黄金市场会继续起。高盛、花旗等国际投资银行也大部分看好黄金会增进超过3000美金。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因为黄金原料甲成本这万项拢咧起价，法国嘛有一间超过200年历史的灰仔工厂，不得已是申请破产。不过这员工嘛真有心，要替这公司来渡难关。对接单、制作、运送甲贩卖是一条龙处理，望讲卖互这做灰仔这项传统工艺渐渐无去。工作人员也认真伫咧做，无共型的照顾无形就安尼慢慢好势。即间伫法国洛林地区的灰仔器工厂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1798年创立了，就一直替全世界人客制作精致的艺术品。不过最近因为大环境的影响，高价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Cette mise en redressement judiciaire nous a donné vraiment un grand coup de fouet pour nous permettre de nous relancer, de générer des commandes, de nouveaux projets. 农为灰仔器工厂到即马依然伫咧使用景泰蓝技术做手工灰仔器，也就是伫金属的台形顶头进行金属丝画图形，结果再加发动油。不过自从5战争了，欧洲的能源价格一直起，为了省钱，工厂开药炉的时间减少。即马自接单、制作、运送到销售，拢公司家己包，希望会当增加收入，或这项传统工艺会当继续。Quand je suis arrivée, je me disais que je ne resterais pas plus de 5 ans. Et puis je suis restée parce que y avait le côté familial et puis vraiment artisanal qui m'ont vraiment c'est assez rare maintenant. 200多年来经历过几落的家族经营。农会灰仔器工厂真侪老员工已经做20-30档啊，拄则入来公司的少年人也真有热情，手来摕这个笔无凊彩，精准的甲灰仔器为着上水的色水加装饰。On est conscient des difficultés de l'entreprise et on fait tout ce qu'il faut ici pour aider notre patron à aller de l'avant et à pouvoir perdurer dans l'avenir. 为了要救急。为农家制作这款猫头鸟灰仔器，虽然一身就要150欧元，不过一时个就收到超过1000张的订单，因为来自全世界的人客拢想要帮助工厂渡过难关，所以来公司阁要找新的合作品牌，未再一面投入奢华品的市场，和传统的灰仔器有新的面貌。公司新闻牛眼编译。那讲到美国的夏威夷，因为天然的好地理，空气阁好，无受着污染。虽然真接咧落雨，毋过雨过就随出日，所以天顶不时拢会出现有晴，就去用称作是世界采晴之都。毋过这气候变迁可看期间是愈来愈久，伫咧风北所在，未来恐惊就较看袂到咯。
快山顶仰头一个看，天顶挂双擎，等青顶的时阵，路边原有一座擎，还可以当看到飞机为擎穿过真水的画面。当地居民是讲，伫夏威夷生活上赞的代志，就是永远唔免用心去找擎，佮加伫夏威夷拄是冬季交雨的季节，看到擎的机会更较悬。对夏威夷的原住民来讲，擎代表神圣的力量，嘛代表幸运，因为擎伫夏威夷真接快，出现的机会佮比其他所在加真济，所以有教授甲夏威夷叫做世界擎的都市。The reason Hawaii has so many rainbows is the weather. Lots of sunshine, short showers, and trade winds. The clean air also helps. All these together combine to create some of the world's best conditions for seeing rainbows. 夏威夷是擎的都市，所以当地关楼外边、公车车壳、汽车车牌、餐厅拢会插七色的彩虹图样。当地球队球员互人叫做彩虹勇士。不过气候变化，科学家讲到2100年，巴西地中海甲部分中部非洲地区看到擎的机会会减少。不过阿拉斯加顶多会看到更较侪彩虹。If climate change means we see fewer rainbows, I think all that will mean is that people will appreciate them more when they do see them. 若是夏威夷的彩虹，科学家预测未来会更较侪。不过做断弯的期间，若是愈长，看到擎的机会就会愈少。像什方面的毛伊岛甲夏威夷岛会因为安尼受影响？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